May the words of my mouth and the meditations of all our hearts be acceptable to you, O Lord, our rock and redeemer. Amen. 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愿我的心所想的得到你接纳。阿门。这句话是长老教会的创始人加尔文，伊伫讲道的大声真意爱的一句祈祷。因为敬拜上帝是咱所有全体的子民做伙敲找上帝的心意。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英语礼拜连正常牧师。顶一遍伫遮和大家分享是2月份的时阵。对迄遍了后，我就一直咧想，什么时阵还阁有机会和大家做伙伫遮来团契。我来到双连教会了后，常常听见一个声音安尼讲，有人会讲，英文礼拜的人和台语堂的人，检查敢若拢无啥物交流，无啥物了解，互相了解。我伫排咱礼拜的表的时阵，我就忽然想到，有一天忽然想到，我想讲，咱的教会毋是都拢有普世事工纪念主日吗？我就问教会的人，普世事工纪念主日，咱的教会敢有做啥物代志？我知影这确实真困难。通常我以前伫总会做普世干事的时阵，大部分普世的代志拢是和国外的教会的交流。啊，伫地方堂会的层面，若是要讲普世，真困难讲。但是我就想，咱双连教会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200几间教会唯一有英语礼拜的所在啊！咱若是台语礼拜甲华语礼拜会当联合礼拜，啊是安那英语礼拜甲台语礼拜无法度嘛做伙来聚会，就是迄天伫洗身躯的时阵，想到即件代志英语牧区的人拢会笑足大声，因为因拢知影我咧洗身躯的时阵，拢会想到足侪代志。我就想讲，会使啊，咱会当来用普世事工纪念主日，就伫咱家己的教会来做即种合一的礼拜。当然，咱即马目前英语牧区的人无讲真济，所以咱若是看，我毋知影大家敢有听到有人用我所设计即个英语的听词，伫咧和咱做伙敬拜。以后咱若是要设计的时阵，嘛会当搁进一步有搁较济合一。譬如讲 PPT 的顶面，会当有双语，也是安那，迄个拢是以后会当继续来进步的所在。但是我感觉真重要的一个我听见的呼声，就是希望双连教会的英语礼拜，也毋是只有英语礼拜，其实是各团契、各礼拜、各语言、各族群的人会当行出去，认捌其他的事工咧做啥物，互相有交流。我想即个就是普世的事工，对咱家己本身的团契来开始做起。其实今仔日嘛发生一个真有特别的代志，当然是大家第一个有看到，我有邀请英语的诗班和圣歌队做伙来练习。我还佫会记得第一礼拜做伙练习的时阵，咱拄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位要安怎坐？哇！安尼敢会超过即个坐的所在后来本来坐边啊，后来互英语的诗班的人坐中央，要互因的声音会当出来即个就是无共款的人做伙斗阵的时阵咱会互相体贴、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我会记得头一遍练习的时阵，伊讲 Spirit of the Living God， 迄个 Spirit。迄个爱唱出来，阮英语牧区的诗班的人，每一个人拢咧笑这个就是阮每一礼拜拢咧拄到的问题，即马总算互圣歌队嘛会当体验一下，咱的每一个迄个爱发音发出来，这个是一个真简单的一个头一步的尝试，咱有诗班做伙。事实上，我家己本身是安那真重视普世事工，是来自我家己的背景。
有一寡人捌听我分享过，我捌去上联团契，我捌去伫上联大学分享我的生命的历程。其实我毋是长老教会出世，我爸爸妈妈送我去到一个聚会所，也是讲早会，的所在，伫遐咧聚会，我伫遐信主的。然后我爸爸妈妈才因为参与伫台湾的民主运动的内面，知影讲长老教会是正派，有真正深佮好的神学，嘛含台湾人民徛做伙，斗阵受苦，才引带我转来到长老教会敬拜。我本来嘛台北囡仔，伫厝嘛无讲台语，但是特别就伫大学的时阵安怎？练习讲台语啊，咱伫英文系，英文系会约一个人 ，We talk in English only， 是安那袂当约一个人，咱做伙就是拢讲台语就好，咱固定，咱就是要甲台语讲个好势，是安那袂使，会使啊，所以这就是我的迄个过程历程，安怎样找转来到长老教会？等我转来到长老教会了后，我才知影，原来其实真侪长老教会的信徒毋知影家己的历史，毋知影咱有即个美好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即个信仰告别这段是特别插伫我的心内面。伊讲，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国定军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愿望的记号。这个是咱长老教会伫老会、伫总干事奉关家迄个困难的处境的内面，渐渐去产出咱家己对上帝的认识，甲信仰告别，是一个真深的物件。就是因为迄个真深的物件，互我欣赏。长老教会的神学、教士、教育，互我欣赏读圣经，会当和咱的处境有真深的结合。因为安尼的关系，我去读神学院，我去解说圣经，我去希望搁较侪人无感觉到圣经是一个真无聊的物件，反倒是和咱的生命真有关系的一本册。这个是我所受到的呼召。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毋仅只有普世，但是佫定军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的信仰告别。当然，咱出去的时阵，会看到其他的人有无共款的经验。当阮行出去，咱所事事的所在、团契、礼拜、语言的时阵，咱会受到无共款的物件来冲击，直到咱佫转来反思家己到底所信的是啥物。这是我一个真深的信仰的经验，是伫2011年，迄阵我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差派，去到 Jamaica 中美洲牙买加的国家。伫遐，咱想讲普世交流拢咧创啥？其实普世交流真简单，就是问讲，恁的教会拄到什么款的问题，阮会当安怎样替恁祈祷，替恁赞声，然后咱嘛爱听其他的人。讲因的教会有啥物问题？我想这个对咱台湾来讲是真深的一个经验。咱拢希望咱伫国际孤立的中间，有真侪人会当听台湾，会当了解台湾的代志。但是反过来，咱嘛需要去了解，就伫咱的厝边，就伫遮爱台湾的人，因的国家所在拄着的代志。Jamaica 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国家，因无亲像台湾，会当行出去路中真安全。因所有的围墙的顶悬拢有迄个 barbed wires。我头先问讲迄个台语安怎读？铁网啊，拢有遐个 barbed wires。迄个所在的教会，因着甲遐个 barbed wire 硬做一个十字架，徛伫迄个边啊。对我来讲，迄个是一个真深的冲击。人民的受苦甲痛苦，伫咱的信仰的内面，甲伊转化，因为认捌耶稣基督的关系，知影耶稣基督和人民做伙受苦，成做十字架，成做愿望的记号。亲像我头先所讲的，教会是通过听甲受苦，认同人民来成做
5万的记号。这个是我所深爱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嘛是因为安尼，我有机会受邀请来到英语牧区讲道，我以前有分享过，我伫遮讲道每一礼拜一摆，伫疫情的中间，英语无牧师的时阵，我受呼召来遮讲道，一讲、2讲、3讲，我就开始安那受到上帝的呼召，我就开始热爱这个所在，我开始看见我过去所受的训练。伫即个所在的需要的顶面有帮助。其实，即个就是咱的信仰的前辈摩西的故事。英语礼拜是2005年开始筹备，2006年3月5号第一遍来聚会。即个 EM 是咱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唯一的一场英语礼拜。即卖的 EM 我有一点歹了解。当初设立这个 EM 的人，因的意向是啥物？因是听见什么款的哀哭的声音，因是看见什么款的需要来成立这个 EM。我用真侪时间，试看卖来了解，迄个时阵的人的感动。但是伫即卖的情形内面，我所看到的是，英语的礼拜，毋是只有英语，伊是。多元的英语，我才讲 we have American English， we have British English， Canadian English，Kiwi English 是啥？New 西兰，New 西兰，Gary 耶，OK， Singlish， 新加坡，Filipino， 菲律宾，Taiwanese English， 亚洲。咱拢是台湾 Taiwanese English， 所以英语牧区是一个多元的所在，咱伫遐来学习合一。我嘛真希望含规个相连教会会当做伙分享这种的团契。伫英语礼拜，我使用的是普世教会的经课表，做伙伫遐来敬拜。这礼拜的经文是出自出埃及记第3章，是摩西这个领受律法的希伯来人，伊拄着上帝的迄个经验。出埃及记特别记载着摩西替伊的丈人米甸的祭司叶忒罗雇羊，伊带羊群入去旷野的西边，到上帝的山，就是何烈山。这个是摩西拄着上帝迄个时刻，迄个 moment。咱现代中文译本讲有一天，摩西。拄着上帝，迄个有一天，旧约圣经无甲咱讲摩西偌老，但是新约圣经有讲摩西迄个时阵是偌济岁。即个有一天的迄天是偌济岁？是80岁。咱知影新约圣经讲摩西的人生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40年，伊伫埃及，毋是伊的族群，是亚伯因的族群会遐受到上好的帝国的教育。吸收所有上好的物件，迄个是伊的第一个40年，人生的40年。伊的第二个40年是假所记载，伊伫旷野伫雇羊，带羊群行来行去，是伊的第二个40年。是安那伊会离开埃及？当然，咱若看出埃及记第1章、第2章，咱会知影，伊知影伊毋是埃及人，伊想要替伊的同胞发声，但是拄着困难，因的同胞无信任伊。所以，伊必须要离开帝国，去到旷野来雇羊。这个第一个40年，第二个40年，拢是上帝在准备伊。上帝对人的呼召真有意思。上帝对人的呼召是对迄个有一天，对迄个每一天，对迄个咱今仔日礼拜二，行坐捷运，去上班，咱明仔载，爱看新闻，敢会放假，敢要转去上班，是伫即种的每一天的内面，上帝在培养阮，在呼召阮，伊呼召人伫即种有一天每一天的所在。迄天摩西看到啥？上主的使者伫刺皮火焰中对伊显现。这个是咱长老教会的迄个记号。有一个刺皮在烧，但是
无互烧去吼。我以前无法度体验吼，迄个是虾米款的意思吼。我即边吼有真正好好啊想。吼，迄个火焰是虾米款的意思？吼，若是对高俊明牧师咱总干事的经验，迄个就是伫压迫的中间，吼，伫帝国的压迫的中间，受困苦的中间，但是上帝啊讲啥？你袂放烧去，吼，你伫我的内面，吼，你袂互即个帝国压迫的火焰所烧去。若是伫呼召的角度来看，迄个火焰是啥？迄个火焰是上帝的同在。上帝呼召阮来军队伊，但是阮的过去嘛袂互上帝完全烧去。上帝呼召咱的时阵，伊要使用阮以前所有的经验。摩西的第一个40年，摩西的第二个40年，拢是上帝在准备一个人。所以，若是拢还袂80岁，我相信遮有超过80岁啦。若是还袂80岁，拢袂通讲我伤老，吼，嘛是有可能有一天上帝会呼召。伊看见迄个气泡伫火焰中在烧，无烧去，亲像遐个希伯来人伫困苦的中间受到埃及帝国的压迫。摩西心内想讲，我着活转去看。看迄个真奇怪的景象，是安怎气泡无烧去？所以摩西受到上帝吸引，摩西感觉奇怪。摩西伫旷野，伫伊的每一日的所在，伊有感觉一个物件怪怪。所以我拢真爱和人讲话，就讲你有感觉倒位怪怪？这个牧师敢有怪怪？你有感觉倒位怪怪？迄个怪怪啊，安那？会吸引阮去看，吸引阮讲话。上主看到摩西活倒转来看，上主就对气泡内面叫伊讲：摩西，摩西，摩西，互惊着，是安那有人知影我的名？咱的上帝是知影咱的名叫会出来，无亲像连牧师常常拢会伫电梯的内面会拄着大家，大家就会对我安尼微微啊笑，会讲牧师平安，我就想讲真歹势，我毋知影你的名，请问你的名是啥物？上帝知影摩西的名，对火焰的中间叫伊的名，摩西，摩西，摩西应讲我伫遮。上帝讲你毋通搁行我来，着将你的话藏起来。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神圣的地，是伫拄着上帝的迄个 moment， 迄个时间，迄个所在才真做神圣。伊本来无想讲伊是徛伫神圣的所在嘛，对无？伊本来是有穿鞋嘛，吼。若是咱大家知影讲台仔顶吼神圣的所在，咱就毋敢行过来。但是伊无啊，伊是每一工的生活中间咧过羊，咧旷野内面行来行去，伊无感觉迄个是神圣的所在。但是上帝会当伫无神圣的所在，伫咱的日常中间来阮显现，咱显现了后，迄个所在真做神圣的地。伊佫讲，我是你的祖先的上帝。上帝开始甲摩西介绍，伊讲你其实心内面拢清楚知影你的身份认同是啥物人。最近大家敢有看《山道的猴子》？没有，还没看。拒绝看，会当转去看，会当了解即摆的少年人哦，亲像即种怪怪的到底咧想啥？那个山道的猴子内面有讲到讲，迄个人伊拢爱玩重机拢贷款买重机结果伊伫迄个迷失的内面交女朋友第一任甲伊欺骗，所以伊第二任的时阵伊拢会记迄个歹的经验，伊想讲伊的经验无好女生拢会甲我骗所以伊过去的经验会成做伊的一个典范伊无法度行过迄个经验伊则讲我是你的祖先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伊其实摩西伊真清楚知影伊的身份认同，伊知影伊是希伯来人，但是伊已经甲迄个过去的迄个受伤的经验，想要帮助伊的同胞。但是受到伊的同胞的伤害，伊已经把迄件代志放足远啊！伫各样的中间，把迄个经验放足远。但是上帝甲伊提醒，讲你毋通袂记你的身份，你毋通袂记
你的祖先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摩西就压伊的面，唔敢看上帝。上主讲：我确实有看到我的子民伫埃及所受的苦楚，有听到因受毒工压迫所发出的哀叫，伊的痛苦我拢知。这个是上帝摩西启示伊的本质，是安那伊要呼召人，伊要呼召人来，因为伊听见、看见人的受苦。所以咱今仔日，咱无拄拄摩西，但是咱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咱伫咱的团契中间，咱伫咱的生命中间，敢有哀靠？有，一定有哀靠。咱一定上帝哀靠，咱一定会听其他的人来阮哀靠。伫迄个哀靠的中间，爱听见啥？上帝的确听见，上帝的确看见，上帝拢知影。阮的痛苦甲哀哭，当我要落来解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带因离开迄个地，去肥、搁水、宽阔的所在，老腻甲密的所在，是有人的所在，毋是无人的所在，是迦南人、赫人、阿摩利人、比利西人、希利人、亚伯斯人遐的族的所在。所以伊毋是去到空空的一个所在，但是伊是对压迫因的所在。去到一个宽阔、搁水、教人生活的一个所在。这个宽阔的所在其实真吸引我。大部分人注意的是老腻甲密，但是我搁较注意是一个宽阔的所在。咱的信仰敢是信上帝了后，变愈来愈活，愈来愈细。只有这个是对的，其他拢唔对。也是咱信上帝了后，咱其实是更较宽阔，咱会当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叫已经透到我的耳孔，我嘛有看见埃及人安怎样压迫伊。当你着去，我要派你去埃及王遐，带我的子民以色列人对埃及出来。上帝对摩西的呼召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因为伊需要去面对伊以前帮战希伯来人，但是却失败的迄个经验。伊需要回去面对迄个赶伊走、赶伊去旷野的迄个埃及王。上帝呼召咱去面对咱无法度面对、咱感觉困难面对的迄个埃及王。所以摩西亲像咱每一个人。当听到上帝呼召的时阵，安怎讲？无可能，毋是我，无可能。摩西对上帝讲：“我是啥人，哪会敢去见埃及王，带以色列人对埃及出来？”注意，我头先讲，迄个火焰气魄咧烧是啥物意思？上帝毋是要爱一个机器，上帝毋是爱一个机器人，伊讲啥物你着乖乖去听，毋是。上帝要使用咱的经验。上帝咧要使用咱的第一个40年的经验，第二个40年的经验。上帝爱一个会和伊沟通，会和伊 argue， 会和伊讲无可能，但是会继续强调伊，继续和伊靠赖，继续讲话的迄种上帝。上帝讲：我会甲你同在。你虽然感觉无可能，但是我甲你保证，我会甲你同在。我予你一个证据，你要带这个以色列人做伙来敬拜上帝。摩西对上帝讲：我去以色列人遐的时阵，对因讲，列祖的上帝来找我。安尼因会讲啥？伊是啥物人？其实迄个意思是啥？是你是啥物人啊？你有啥物资格？亲像因头一遍失败的迄个经验，想要帮战希伯来人，但是希伯来人却拒绝伊。所以摩西想要知影，我这边会当有啥物款的权柄？我会当知影上帝的名无？上帝对摩西启示伊家己的名，伊启示的这个名咱的圣经的翻译拢真歹翻出来。迄个名其实真特别，迄个名叫做我是，就安尼尔。我是，我就是，我就是我是。我要安怎样就会当安怎样，我未来要安怎我就安怎。
我过去是安怎，我即马嘛安怎，我未来嘛安怎，伊迄个名的意思是差不多安尼，所以有真仔亲像讲，请问你啥物名？名。有真仔亲像即个意思，迄个是超越所有的名的名，迄个是真实的名，迄个是自古咱祖先的上帝的名，现在伫火焰中启示的名，未来要互你去到宽阔的所在的迄个名。所以上帝对摩西讲：“我是。”你着甲以色列人讲：“我是。”找见你来。上帝阁甲摩西讲：“恁对以色列人安尼讲，上主恁列祖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派我来伫遮。这个是我的名，世世代代要称呼伊。所以摩西要带领一个百姓受到压迫，已经袂记得因的身份，已经袂记得因是受上帝呼召的百姓。即种的人，出埃及。来去到迄个宽阔的所在，这个是摩西的呼召。我唔知影敢是英语牧区一开始设立的迄个呼召，我嘛唔知影敢是咱继续伫遮聚会的人的呼召。咱今仔日抑久有听见哀哭的声音无？咱家己会上帝哀哭无？咱家己会和上帝讲咱的需要无？咱会听其他的人的需要无？普世讲是定君伫本地，是普世嘛是定君的伫本地，所以普世会当对咱的身躯边开始发出这种上帝的特质，和上帝做伙看，和上帝做伙听，迄个需要是啥物？来接受上帝的呼召，和上帝相同行。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你是自有永有、永远伫地、早伫地、现在伫地的上帝。主，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的上帝。主，你嘛是伫阮的日常生活中间，会阮显现你的圣洁，显现你的荣耀的上帝。主，愿你今仔日嘛继续和阮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你知影阮的名。你会晓讲摩西是我的名，你嘛阮介绍你家己的名，互阮会当和你建立亲密的关系。主恳求你，互阮的心会当和你的心相同行，会当和你做伙听这个时代的需要是啥物，会当伫台湾这个土地，伫相连这个所在，做伙见证上帝你的荣耀。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